府邮报提供。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阿妹，你有听到无？新闻讲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长病毒的囡仔，出现爱困、骹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静的镜头，要赶紧送去病院治疗。你拄则转来，敢有先洗手？若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是，水无的。预防长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接用sabun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喙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老公，我的好朋友自从经历家暴事件后，一直没有勇气再找工作，怎么办？听说彰化县政府劳工处有专业的个案管理员，提供推介就业、陪同面试等就业服务。如果有心理咨商需求，还可以由心理咨商师进行咨商辅导，厘清就业方向哦。这么好的事，我要赶快告诉他。咨询专线04-753-2424。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欢迎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我上爱。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经济、教育、语言甲文化，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邀请无同款的来宾，为因上专业、上熟手的话题，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厝边隔壁的节目，用上轻松的心情，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的一点，会当结合出济共心的力量。厝边隔壁，小少来关怀，关怀台湾的好将来。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越哭甲疼？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长逝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
惜的囡仔上好命，唔通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你遐。像长失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你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早总得甲人拼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唔通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你遐。口出声，无人惜命命。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吼。来，每礼拜三暗时5点到6点，厝边隔壁的节目，我是立法委员黄秀芳。节目一开始吼，咱先来甲咱的好朋友来探讨着最近中国这边吼提出一个22条的这个惠台方案吼。那今仔日秀芳是立法院吼，和这个咱其他的这个立法委员是民进党的党团吼开一个记者会。就是讲，中国提出即个22条的对台湾的即个优惠的即个措施吼，这其实就是其实吼最主要就是讲吼要骗咱台湾的即个这个吸引台湾的一寡人才啦吼。那可是就是讲吼，如果讲伊即个惠台吼惠台措施也有效的时阵，因为因旧年嘛有提出一个惠台31条。吼，就是互台湾人，也是讲一寡高科技的即个人才吼，也是讲嘛希望讲台湾的一寡即个企业会当去中国这边去投资，所以伊嘛有旧年也有提出一个惠台31条，今年吼提出一个惠台26条吼，即个措施吼。可是就是讲，咱看到讲如果中国提出来即个方案遐尼好，应该是足侪人吼。甚至就讲，国外还是讲台湾这边有真侪人想要过去迄边投资吼。可是咱颠倒转来看到讲，即个即2年当中吼，转来台湾投资的即个台商拢总有超过6000亿，超过6000亿啦吼。咱看到讲，足侪即个台商吼，尤其是自即个中美贸易战了后，台商纷纷拢转来即个台湾这边投资。所以吼，咱经济部这边嘛，针对着咱足侪的所在吼，开始找土地
培养即个人才吼，培养咱这企业所需要的即个人才库。啊，另外就是讲找即个土地啦吼，找人才这个互电有够用，水有够用，要因应着这个台商回流吼，台商回流。即摆目前吼已经台湾即个台商转来已经有超过这5000亿接近这个6000亿左右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如果中国这边提出来这个惠台方案、惠台措施遐尼有效的时阵，应该台商因会继续留伫即个中国这边投资，那会转来台湾的吼。所以咱看到讲，是即几工啦吼，咱看到行政院长苏贞昌，伊嘛针对着中国这边发布即个惠台26项的即个部分，伊有讲一个足简单的一个口语化，就是讲26条26条的即个项目内底吼，就是讲打压甲台湾人压制掉的，吼，甲离掉的，吼。所以咱的总统讲吼不接受吼，不接受。所以今仔日吼，阮咧开记者会的时阵吼，都有一个手势啦吼，就是讲26条啦吼，这个离掉的吼然后6条的，然后就是唔通啦吼，就是最主要就是讲要互咱的即个所有台湾人知影讲，中国这边提出来的即个26条。这是其实是一个底站，吼，就是要吸引到即个台湾人去迄边投资，还是讲底站时间内底要吸引到台湾人一寡人才过去中国迄边吼。可是咱实际上看到讲中国这边，无论是伊的投资环境也好，还是讲伊的即个工作环境，这些人过去了后，因为签约的时间到了后，因就想要搁转来即个台湾吼，因为因讲即个咱的即个台湾即个高科技的即个人才过去迄边被惯系因迄边的即个整个工作管理的风格还有即个工作的这个环境吼工作的即个这个周边管理阶层的即个态度，因无法度接受吼，所以因感觉讲转来台湾较受到尊严工作嘛较自在，所以就讲中国这边虽然讲释放出很多利多，可是我要讲，咱的各位好朋友，我相信今仔日听咱电台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知影讲，中国这边的释放利多，这是底站的。时间到了后，因看到讲，真济即个台商也好，还是讲有一寡人才纷纷到中国去了后，因可能就会这个压迫，然后掐就甲跩人的即个整个自由就掐住，甚至就讲。该落掉的，互因无法度搁到其他的所在这是压迫压迫性的，所以就讲，即个部分咱的蔡英文政府嘛，希望讲咱台湾人民会当看清楚一点。另外就是讲，即届的中国提出来26条即个措施民进党第一的时间就这个提出来这个反对，那甚至就是讲咱的总统讲不接受不接受啦那即个中国国民党这边颠倒转来讲乐观其成那他这个26项惠台这26项其实到尾也就是一国两制那如果是中国国民党因讲乐观其成的话，那就表示讲你是同意一国两制所以就讲咱嘛希望讲中国国民党爱讲互清楚爱讲互清楚因为这是有关着咱台湾的这个主权。另外，就讲咱看到香港这个部分，即几个月内底，香港因为着要争取因家己的即个权益，受到即个中国这边足侪的即个打压咱看到了后，咱嘛是会惊就讲台湾目前咱的遐尼民主、遐尼自由，咱敢需要一个即个专制国家，甚至是共产国家来甲咱管咱家己本身，咱家己选出家己的总统，选出家己的即个民意代表。咱有家己的即个法律，咱敢需要一个中国甲咱管啦所以我是真侪所在，咱嘛希望讲咱的即个民众，咱所有的即个好朋友，大家会当甲咱家己坚持的即个理念
咱需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无需要中国这边提出来的一国两制甲咱压迫、甲咱压缩我们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空间。所以今仔日节目一开始是针对这个部分来报告，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咱嘛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任何意见嘛随时会当透过咱的 FB， 还是透过咱的 LINE 随时甲咱反映。另外，就是我要甲各位来报告，就是讲秀芳即几年内底阮办遮侪即个亲子活动，最主要就是讲为虾米要办遮侪即个亲子活动？简单的即个泡泡啦还是讲这个儿童剧，最主要就是讲希望会当利用即个假日。互咱的爸爸妈妈带咱家己的囡仔，走出户外，出来外口行看看，毋是伫厝的内底看电视、滑手机今仔日即个报纸上有一个报道，伊就讲如果咱的囡仔看即个荧幕啦还是讲看即个手机甲即个手机当做家己的保姆这对伊未来即发展，伊会讲伊读跟说的即能力会变差那咱会知讲咱表达能力是最重要的一个工课因为伊如果说咱的囡仔自细汉伊就是较看手机甲咱的即个3C 产品拢接触很频繁，甚至讲一工看这手机即个时间足济第一，伊的目睭会变歹去；第二，就是讲伊甲人讲话即个时间是减少的，甲人讲话时间减少，无法度甲人有即个接触啦伊就是家己的即个专注力拢是伫即个网络上所以这会影响到咱的囡仔未来读看文章读的即个能力变差，讲话讲的即个能力、表达能力也会变差所以咱真希望讲所有咱的即个爸爸妈妈对咱的囡仔的即个教育一方面爱真细腻，嘛爱真重视；另外一方面就是爱莫因为囡仔吵你着互手机互伊等遐耍啦手机互伊等遐耍，迄时间有影一耍几啊点钟，这会影响到伊的视力较严重的这目睭这个近视会越来越严重。另外就是讲伊的即个讲甲读的即个能力拢会变歹去所以一只讲互咱所有的好朋友来了解，大家做伙来关心啦莫互咱的囡仔因为即马科技发达，3C 产品当成保姆这是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另外即几工内底即个国民党的即个总统候选人佮伊的即个太太提出讲伊的看法，就是讲母语应该是家己的厝的学一学校学母语是一个浪费资源所以这些人会感觉讲哇，那为什么一个总统候选人会讲出即种话啦咱像关怀电台、关怀文教基金会长久以来一直咧推动母语为什么咱要推动母语就是咱即个咱的少年朋友因为以早学习的即个环境，比如讲一学校一定爱讲国语啦转去厝的哇，变一厝的讲台语的即个时间嘛足少所以在即阿扁总统的时阵开始重视咱的母语佮有即个本土的即个教材佮有设一个咱的母语的即个老师一学校咧教因为咱学校咱的国小甚至有的即摆幼稚园拢有咧教即个母语教台语啦，教闽南语啦或者是有的是教客语就是教妈妈讲的话即几年内底咱的母语其实有渐渐咧进步，因为之前有一个报告就是讲母语如果咱即摆无重视无教一学校无教，有可能30年内底母语就是即个闽南语可能会就全消失去可能全消失去，因为即摆咱的家庭因为咱这一代的爸爸妈妈，少年的爸爸妈妈20-30岁，
进前一学校拢是讲国语啦吼，啊，等去厝诶嘛讲国语呢吼，啊，厝诶爸爸妈妈受诶教育可能嘛是讲国语哦吼，因为迄个年代你若讲台语，可能学校会罚钱，吼会处罚，所以年轻诶即爸爸妈妈讲国语，吼教家己诶囡仔，啊，这个年纪可能超40-50岁，而且爸爸妈妈可能嘛是讲国语，因为迄个年代一学校讲台语是会互罚钱诶，吼，所以自阿扁啊做总统，陈水扁总统诶时代，就开始推动我们的本土语言，好开始教一学校开始教即个母语，吼，啊，是即几年内底，咱嘛看到讲关怀文教基金会，是逐年拢有举办即个文化营，啊，佮有举办即个台语诶演讲比赛，吼，啊，最主要就是讲要透过即个比赛，透过学校老师诶即个教导，互咱囡仔会当一学校会当学母语，啊，学母语了后，伊转去会当甲家己诶即阿公阿嬷、甲家己诶爸爸妈妈讲即个台湾话吼，啊，这是一只要甲大家报告，啊，就讲表示即摆诶即个国民党诶即个总统候选人吼，对即个母语诶无了解，甚至对母语诶即个歧视吼。咱讲到即个对母语诶即个歧视吼，就会当看出讲是这个超70年代啦吼，即个宋楚瑜咧做新闻局长诶时阵，迄个时阵吼讲搬布袋戏嘛爱讲国语，搬布袋戏爱讲国语吼，我相信有足侪超50外岁诶，即个爸爸妈妈你拢有即个经验，吼，就是你转去咧看布袋戏诶时阵，以前拢讲台语啦吼，结果是宋楚瑜咧做新闻局长诶时阵，搬布袋戏爱讲国语哦，我相信足侪人无法度接受。哇，足侪布袋戏要安怎甲即讲话甲国语连做伙吼，这个很难想象吼。而且我感觉讲迄个开口吼，甲迄个情境情绪，哇，拢台湾话吼，咱的台语讲了足优雅的吼，而且讲伊的即个整个情绪，咱情绪的表达足丰富的吼。可是你若国语的时阵，哇，你讲袂出迄种这个整个声音表情，可能足歹表达出来。所以吼，咱看到讲早期国民党打压着咱台湾母语，吼，啊到即马国民党的即个总统候选人吼，嘛是共款啦吼，打压这个要这个，伊讲吼是好好学母语是浪费资源吼，我相信足侪人是无法度接受的吼。这是一只简单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好，啊，咱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再个等下咱厝边隔壁的节目。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最近烧甲足严重，哪有痰？迄行路吼足喘的了。你薰食遐大，敢会是肺阻塞啊？啊，敢会？莫紧张啦，咱斗阵来爬楼梯试看卖。27、28、29、30，哦。你1分钟30个楼梯爬袂起哩，爱赶紧去看医生啦。上重要的是爱解薰，而且照医生的指示做肺功能检查，照时间食药啊，控制肺阻塞恶化。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哇，你怎么带这么多钱啊？而且还折成这个样子，就懒得拿去银行存呗。这样很不安全呢。要存回银行啊，才能让市面上的钞票汰旧换新，又可以赚利息哦。钞票汰旧换新？对呀，银行会把大家存入的旧钞挑出来，换成干净的钞票，让大家提领，才能维持市面上钞票的整洁。哦，原来如此啊！旧钞回得去，新钞出得来，全民一起来。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最近真袂顺，厝内蚊也阁济，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啦。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你哪知？哎呦，是天高热啦！
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哈，这严重哦！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社工啊，我囡仔拄出事，足烦恼伊的未来呢。免烦恼，为着家家收留户、甲中家收留户的囡仔斗相共，105年1月7日以后出世的囡仔，儿少教育发展账户，你替囡仔欠偌济，政府就替你欠偌济。等囡仔满18岁，这条存款会当用来读书、结婚甚至创业无？安尼我爱骨力替囡仔欠钱啊！若是有问题，请卡1957福利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翁诶，你有听到无？新闻讲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长病毒的囡仔，出现爱困、骹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静的镜头，要赶紧送去病院治疗。你拄则转来，敢有先洗手？若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是，水无诶。预防长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好啊，搁倒来厝边隔壁的节目吼。拄仔甲咱好朋友吼讲到有关中国这边的即个会台即个26项的即个措施，我相信有真侪咱的朋友吼，其实会看了后，会感觉讲，这是中国吼最主要就是讲要吸引到台湾的即个资金，吼吸引到即个台湾的人才。其实吼，足侪项足侪届，因若物件摕到了后，吼因就甲人踢走啊吼。所以讲，我相信台湾人民吼目睭嘛拢真金啦吼，袂因为安尼吼，就去吼中国这边骗去吼。而且讲台湾是即几年内底，因台湾政府吼，尤其是蔡英文总统，蔡政府这边，整个为行政院所有各部会，台商吼要倒来即个台湾。讲土地即个问题，人工的即个问题，吼，水的问题、电的问题，经济部这边吼拢是全力配合啦，吼。就讲，咱台商愿意倒来台湾投资，拄着的问题吼，经济部这边是全力替他们解决，吼。所以有真侪咱的台商，到目前为止啦，吼，差不多6000亿的这个资金回流，资金回流倒来即个台湾，吼。所以渐渐就是讲，咱看到中国这边虽然有提出真侪即个优惠方案，要吸引到台湾的资金过去投资吼。我相信即侪即个咱的台商看到了后，伊嘛会去评估啦吼。到底我的资金要落等台湾较好，还是要落等中国迄边较好？我落去中国迄边，也许吼，我因为迄是共产国家，过来趁的钱你无法度摕转来吼，所以。即个咱的台湾人，伊的资金嘛要摕转来了，可能伊会阁透过其他第三地，然后再转回来吼。那台湾这边吼，我讲台湾是一个真自由的即个国家吼。你要做啥物工课？政府袂讲会甲你协助，无像中国这边是甲你打压的啦吼。这是一只简单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另外咱的即个总统。蔡英文总统吼，是即几个月内底吼，其实伊是地方伊嘛走足侪所在，最主要就是讲要互咱的民众来知影讲，伊是这3年外的这时间到底伊做啥物工课吼，伊替台湾甲主权顾掉的，主权顾掉的了后，过来吼，就是爱互咱的人民爱有感觉讲是无论是即个企业也好，还是讲咱的农民啊，吼，咱的妇女朋友、咱的少年人，会当感觉着讲即个政府是咧甲因斗相共的吼。那目前吼，咱即马农民的部分，我顶下有讲过吼，咱的农民的部分，无论是咱的即个农机具吼，割草机啦、喷药仔机啦，还是讲锯柴，还是讲咱的即马目前嘛有补助即个大项的即个机械，就是咱的即个割稻机。还是讲插秧机吼，这即马目前农委会这边嘛拢有补助吼。另外，这是咱农民的即个权益的即个部分吼。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咱的农民确实种
布田还是种蔬菜，真正足辛苦诶。所以，一淡薄仔的即个补助，互咱的农民也会当感受到讲政府甲因斗相共，嘛莫互农民较大的即个负担啦因为确实农民真辛苦。另外，就讲咱的即个蔡英文政府即几年内底，对咱的即个少年人嘛有真大的即个帮忙，就是要互咱的少年人敢结婚、敢生敢生囡仔，敢这个会当请养囡仔啦那政府即几年内底无论对咱的即个幼儿生出来了后的即个一体补助，之前魏明谷县长迄阵讲一体补助3万另外就讲咱的囡仔咱阿公阿嬷家己一厝的顾孙逐个月各有6000块通领那另外就讲你也去私立的互保姆顾政府补助。去较大汉了后去私立的即个幼儿园，咱的政府嘛有补助你也去私立的幼儿园，即个幼稚园有加入即个准公共化的时阵，咱上悬家己纳4500块就会使啊。其他的部分就是政府出，其他的部分政府出。这最主要就是讲要减轻咱的囡仔的即个负担啦，咱少年人的即个负担。而且咱。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嘛讲咱所有的即个听众朋友明年的1月11是一个台湾主权是毋是会当确保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啦咱真简单就会当甲咱的主权保掉就是咱入去投票所投即个蔡英文总统。我拄仔已经讲着即两位国民党的即个总统候选人，个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总统，你做一个比较了后，你就会知影讲，谁确实会做代志，谁确实有法度对台湾的即个主权会当确保咱看到国民党的即个总统候选人前几天啦伊一出的假日总统候选人应该是即阵应该是足无用的结果咱看到伊咧直播是咧洗内裤我讲一个总统候选人洗内裤，像我们自己，咱还是讲咱的爸爸，咱的妈妈，甚至讲咱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拢会当选总统呢你也洗内裤也直播，就可以了所以咱敢要选出一个这样子讲话无诚信、无信用没有信用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咱看到伊讲，讲出来话，敢若会挑起这个阶级的斗争啦即个咱知影讲国民党的即个候选人伊早是伫中国即边受到即个共产党的即个培养，嘛受到共产党的即个思想毛泽东的即个思想教育所以伊做出来工课，讲出来话，这个东西这个很强烈的这个阶级斗争所以咱一只简单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我嘛相信讲咱的好朋友，咱所有的这个乡亲咱各位听众朋友对即届的这个明年的选举大家拢会紧张，大家嘛足重视的所以咱嘛爱照着讲你的影响力影响到咱周边的所有的人好，咱先休困一下。等下秀芳会先离开，后壁面搁即个20多分钟的时间是咱的杨顺宇会甲咱的好朋友来做开讲。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为了
协助年底转职需求的民众与其呢企业缺工的情形，彰化县政府在11月9号礼拜六上午9点到下午1点，在统一鹿港文创会馆举办了2019展翅就业心情飞扬第5场的就业博览会。这次邀请了36家以上厂商参与征才，释出约了700多个以上的工作机会哦。当天还有早鸟限定送好礼，给前500名的求职者有机会摸彩，获得了电子锅、耳机、电风扇、行动电源等的多项好礼。另呢，成功投递履历者呢，还可以参加了乐透机的抽奖哦。奖品丰富，欢迎求职民众呢把握了这次的机会呢，踊跃前来寻找了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哦。这次征才的厂商非常的多了，有包括了科技业、服务业、制造业、食品业，还有保全业等哦，包括了药业啦、成川啦、台湾市瑞克、三永元成了、继茂、缎带网、永丰余还有汇丰汽车啦、金喜美啦、摩斯汉堡、全家便利商店等等的厂商缺的工程呢，有工程师、储备干部、品管、技术员、行政、门市人员、司机、保全等等的多元职业了提供了民众的多元的选择，以及发挥所长、适才所用哦。以上的活动特别以就业新契机啦、职涯好帮手为活动的主题了，规划了有就业探索专区、履历健检专区、面试情境体验专区及时尚造型专区等4大专区啦就业探索专区呢，取得了全球职涯生长发展师的国际证照就业服务人员提供了专业职涯的咨询服务哦，协助了求职者呢厘清了自我性向以及能力，让求职者呢更进一步认清及肯定自我发挥了就业的稳定性哦。那履历健检区呢，也有专业人员了，针对求职者了优势强项了分析建议如何撰写了一份完整的履历自传哦，赢得面试或录取的机会哦。面试呢情境体验专区提供了求职者呢现场实境面试演练的体验从中学习了面试技巧还有礼仪，做好了面试准备。时尚造型区呢，借由造型师呢为求职者免费意见并给予造型的一个建议哦。另外呢，本次的活动呢，会从中也规划了就业业务宣导专区啦劳工处 FB 粉丝团按赞区等互动的活动哦。另外有劳动部中彰投分署的就业巡回专车啦，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海巡署中部分署等单位有参与了设摊啦，希望能借由多元的这个服务项目让求职者能够更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啦，顺利进入了职场哦。彰化县政府呢，今年度持续了一直办理这样的就业活动那除了之前办的市场以外，还有并可以依照事业单位的需求全年度不定期的办理单一或小型征才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想找工作，可以随时留意一下电台的讯息都可以知道啦。但目前还推出了一些就业职训专班啦有16班的职业训练课程，还有26班的照顾服务人员训练，针对了青年、中年龄、中高龄还有2度就业妇女的对象可以做服务哦。所以如果你没有一技之长，也可以来先上这一些训练课程啦，那协助民众能够强化自己的竞争力增加就业的机会。如果是你有需要这些相关的职训课程呢，可以随时跟彰化县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做这个洽询哦。免费拨打的专线电话是0800-5291-0800-529191这样子很好记或是到彰化县政府的网站上面也可以去看一下活动快讯的首页也有，或是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的粉丝团或台湾就业通查询，都会有一些就业或是职训的机会哦。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翁诶，你有听到无？新闻讲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长病毒的囡仔，出现爱困、骹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静的镜头，要赶紧送去病院治疗。你拄则转来，敢有先洗手？
若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是，谁无会？预防肠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老公，你顶摆加保的农民职业灾害保险，保险费阁袂记缴吼？啊，就袂记一嘛。安尼影响到权益哦。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的保险费爱成立，被保险人爱伫每年的5月，还是11月底进前，就爱甲迄期6个月的保险费爱去投保的农会成立。若是无伫期限内缴钱，会当有30天的宽限期。若是超过的宽限期间，同款无缴，安尼资格哦，就会为6月1号，也是12月1号起就取消哦。会记的，紧去立哈。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哪怕开哪自由，就会收听关怀广播电台。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峰组的助理顺武。相信拄只秀峰委员咱上一段的节目主持啦因为什么秀峰委员临时要先离开的？因为今仔日沿暗5点半，是咱一个快官加即个法主公庙是咱黄秀峰委员的座谈会啦咱知影全部要选举的人爱在选咱选民，爱在咱的选民报告讲咱这3年外做了什么代志互知影大家即个政策以后在咱做伙来宣传一人留1票，一人留10票，安尼咱搭有即个赢的才会使往即个当选的路去行啦所以即摆后一段节目就是由即个顺武直接来大家说明各个甲乡亲来开讲啦顺武讲过，只要我有来咱电台有讲过这节目，就一定爱讲一个代志，爱讲1000遍，爱去讲10000遍顺武就是来拜托咱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你的朋友，在你的这个亲情，爱讲即个代志啦台湾受到国民党的政府统治超过50冬啦咱民进党政府咱台湾人正港的完全的执政，行这3冬外尔啦较早阿扁咧执政的时阵，毋是完全的执政虽然总统行政院是咱阿扁但是立法院上侪数佫是国民党的，所以正港咱台湾完全互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就是这3年外的事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咱台湾受到国民党50年、50冬的统治，这个政府内底的系统、官僚、教育的思想、甲做代志的思想，是循着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国党的这个思考啦所以较官僚啦。咱要用这3年外的时间，要在政府内底即寡无好的传统、即寡系统要改，真的无遮尔简单啦咱有咧做，但是时间真的无够，3冬咧改50冬，真的无够啦小英总统嘛，真的真拍拼咧做真侪改革，所以若个继续互咱民进党的机会，继续来执政，继续来在咱即个国民党影响咱台湾50冬的即个系统做伙来去改变啦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一定要把即个观念讲出去，互大家知影啦为什么？咱爱讲到一个真愤慨的代志啦咱选举就是咧看即个政策，提出好的政策代表咱中华人民去中央去争取不管是政策还是经费啦但是咱看卖咱这彰化市花坛园即个选区即个国民党派出来候选人，伊有啥物政策呢？伊有啥物了解咱地方的需求呢咱知影顺武看即个电视最近伊是即个新闻台报两个新闻，顶礼拜报的新闻在咧讲即个彰化市的铁路高架化讲铁路高架即个平交道啦这地下道就会使减掉交通就会顺啦即时阵顺武看即个新闻愈看是来杀愈无啦为什么呢？中华铁路的高架化高架是民国100年虽然迄阵是国民党的县长得辟完的这县长开始有讲即个概念但是迄一阵伊连咪讲要刷去金马路，连咪治原来铁路车做啦，送去中央拢去用推落来，因为中央看无彰化县政府要创啥啦，
到底伊高价是要去倒一边，要一倒做，看拢无。所以简单讲，是国民党咧统治咱中华县政府的时阵吼，伊的铁路高价是一个假的消息，伊送假的啦吼。那正讲铁路高价化要甲你杀人的是当时，是咱为民国县长做县长的时阵啊，吼。迄这4年来，伊就这计划去做修正，啊，确定讲咱铁路高价化要一道做。送中央去审查啦，吼，包括迄阵的行政院长嘛、行政院长，吼，赖清德嘛来咱中华，讲咱只要咱的计划 OK， 伊就当因啊，咱中华高价化是无问题的啦，吼。啊，但是咱知影，一个大的即个政策吼，公共建设吼，需要真侪细部的讨论啦，吼。所以送去即个国发会的时阵吼，伊佮讲搁爱修正，所以佮退转去交通部啊。咱知影，是今年的10月25号的时阵，交通部吼正式吼核准啊啦，即摆送国发会啊。所以国家发展委员会也审查过啊吼，其实即个案就 OK 啊啦吼。所以简单来讲，中华的铁路高架已经是咧动啊。一定要审查，受访委员吼，甲为民国县长迄阵就开始咧争取，中央嘛真重视。啊，即摆县长是王惠美，伊嘛有当候选人去开一个记者会，讲我的政策就是要互中华铁路高架化，倒位要囤起来，倒位要用好，安尼就对啊。想要看无呢？伊咧讲的即个高架计划，就是为县长做县长时阵写出来的物件。啊，而且即马咱受访委员咧关心，已经是国家发展委员会内底咧审啊，啊，所以咱要借问即个国民党的候选人，伊是真诶毋知影即个政府的行政程序，还是咧在咱中华人咧当做啥物咧骗吗？摕一个已经咧进行的政策进行的代志，摕出来讲，这是伊的政见啊，咱讲这有好笑无？这是毋是甲伊即马即个国民党？杀出来总统候选人共款的，拢讲啊真合，吼，真讲啊真大，啊，但是人来弄互破的时阵，佮讲别个版本的时阵，即个版本就是咱即马小英政府咧做的代志啊。所以咱看国民党杀出来候选人，真诶真好做代志呢，吼，就在即马政府咧做的物件讲一遍啊，尔啦，吼，啊讲嘛毋是惊即件啊，尔。即礼拜顺我佮看到伊一新闻咧报啥物物件。报讲伊是中华议会吼，咧质询的时阵吼，咧讲啥物？咧讲八卦山的发展啊，啊要找交通部观光局吼、三山管理处要来做伙盗用啦。哦，使我看到这吼，头都足疼啊！想讲即个人到底是安怎？好的政策吼，咱欢迎吼，任何人吼做伙来甲咱做伙行啦吼。啊，但是伊一个议会讲的即个八卦山发展的计划吼。就是即马中华市长林世贤甲立法委员吴秀芳去中央争取落来钱咧做诶代志啊！哦，这国民党诶候选人真厉害呢吼，在咱受访委员争取落来诶物件，即马变做伊诶政见咧在面上讲啦，哈！咱知影无？咱八卦山诶东区、中华市诶东区，咱受访委员已经争取到农委会追保局。啊，搁有交通部观光局、三山管理处的即个钱啦，要在咱即个东区要做即个步道，啊，搁后壁的周边的环境的串联，总共中央政府2000万吼，2000多万，已经是确定的代志啊！吼，受访委员搁开记者会，就大家宣布啦吼。啊，即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竟然在咱的讲的，咱争取到的物件。摕来做新闻，讲这是伊未来的计划啦。你讲这有好笑无？哈，摕别人做的代志，讲是伊的政见啦。这候选人哪会遮尔好做？吼，所以咱中华乡亲，咱要认真来去看，即个人到底对咱中华有熟悉无？有了解无？伊讲的政策是毋是已经人咧进行啊？吼，委员讲，受访委员讲，咱好的政策。咱好诶代志，大家要来学，拢会使。但是爱讲好清楚，即摆已经咧争取啊，咱着爱落去做，毋通把争取诶物件变做伊诶去挂别人诶即个挂别人诶迄个物件落来啊，安尼是毋对诶啦。
无人候选人遮尔好做的啦。所以事务讲这两件，就是来咧表达，即个第二选举的国民党候选人，伊即马讲的这两个证件，毋就是秀峰委员争取落来的物件吗？所以，这代表是啥物？咱黄秀峰委员是第五真用心，争取到的物件，就是大家人认可要做的方向。这就是咱这3年外认真咧拍拼咧做的代志啦。所以大家爱认落清看面啦，正讲咧做代志，秀峰委员毋惊是讲争取到钱，等下咱中华咧做哦。伊即马立法院咧开会，透早坐上早的高铁去立法院这开会，开到下晡搁坐上紧的高铁转来，是咱中华的乡亲，搁有即马咧选举的座谈会咧走总啦，嘛为大家服务啦。这搭是一个专职的立法委员啦，会去台北开会，会定即个预算，会定即个法案，搁会转来服务，这就是咱会做的代志。这做会法度做会到，就是伊无其他的事业，伊无做其他的事业啊，所以大家认真想哦，这别个候选人伊有其他的事业，安尼伊来遮做这民意代表，到底伊的心是咧想啥物？这大家回去思考，大家回去思考即个代志啦，好，讲过来，咱即马中华秀峰委员争取到真侪物件，一项一项咧做啦，所以一顶礼拜的时阵，咱顶礼拜咱花坛总统蔡英文立委黄秀峰花坛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即个行政院长陈其迈啦专工来在秀峰委员徛台，徛台伊讲啥？伊讲即个伊熟悉秀峰委员就是伊拄好做即个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的时阵一立法院就坐至黄秀峰委员的隔壁，逐工看伊上早的高铁来遮坐，在这法案审了，关心无好，去开协调会了以后，转去服务民众啊。伊看伊遮尔拍拼，伊要来花坛竞选总部，要在黄秀峰徛台的时阵，伊叫行政院查看卖秀峰委员做啥？伊讲哇，交一本讲袂了，大细项的代志拢有啦不管是法案，是争取预算的建设拢有所以这就是人在咱肯定的代志即礼拜咱有上大咖的。即个人要来在咱秀峰委员的徛台啦即礼拜六11月9号透早9点半，即分园社口夜市即个广场遮咱办理即个蔡英文甲黄秀峰分园的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啦新行政院的院长苏贞昌要在咱黄秀峰委员的徛台。搁有党主席卓荣泰嘛会做伙来啦这就是啥个？这就是咱秀峰委员咧认真做的好人缘啦所以搁有11月9号下晡3点半，伫彰化市三民路的老人会馆头前，是咱彰化市北区的后援会成立的大会啦这谁会来咧？交通部长林佳龙啦搁有即个家人的市长林佑昌会来徛台你看卖秀峰委员咧办的活动，拢是咱中央上大咖的人来徛啦。咱看到顶礼拜，即个赖清德议长第一个全台湾复选的行程是倒？就是来秀峰委员遮。行政院长、副院长陈其迈来倒？来黄秀峰委员遮啦搁有咱林佳龙啦所以你看卖为什么有遮侪中央的大人物这个大官要来在咱委员徛台？为什么？因为黄秀峰委员正讲认真咧做代志，好的人缘，人都愿意来徛台来支持啦所以嘛，邀请各位乡亲时代，这2个时间，11月9号上午9点半，是咱分园社口夜市11月9号拜六下晡3点半，是彰化市三民路的老人会馆只有2场的成立大会邀请咱乡亲做伙来在秀峰委员徛台啦今仔为什么讲遮多？因为即马选举
搁66天啊，66天以后，就是咱台湾的关键的时阵，嘛是咱选举的关键啦。一只嘛要在各位讲一个真重要的消息，是即个网络吼真侪假的消息。顺我今仔要来咱电台的路中吼，就听到这垃圾号咧讲到啥物呢？讲到即摆网络讲一个假的消息，讲假使讲韩国瑜当选，小英就为即个选委会吼放出假的消息，操作这票换票以后，佫变去调啦。这就是一个假的消息，咧中伤咱即摆小英的政府，嘛咧中伤咱台湾的民主。大家爱记的，选举的时间愈来愈近啊，有真侪网络也是一菜市仔讲的假消息咧传，这毋是无小心流出来，这是有心人故意伫咱台湾咧传假的消息。咱看到旧年的选举，台湾的手机啊，台湾的网络，也佫真侪所在有真侪假的消息伫遐咧流传，所以足侪咱的时势，因为假的消息影响到伊支持咱民进党的心嘛吼。所以这一届的选举，明年的1月11号，时间愈来愈晚，师傅直接要拜托乡亲时代，你爱做伙看到假的消息。一看到假，你就知抬掉，毋通去传。你也感觉有问题，你就敲来黄秀峰委员的服务处来问这消息是真的还是假。咱在假的消息毋通互伊流出去，咱做伙来顾台湾啊吼！顾台湾无一定爱徛上这个街头，咱的手机啊拄着假的消息，咱就知抬掉。这就是一种顾台湾的方法啦吼！即马选举愈来愈晚吼，咱看卖啊！即个国民党的即个总统候选人，即只鱼啊，吼，伊提出真侪假的消息，讲咧碰风的话，伊利用碰风的方法，要互媒体吼去在翕，互伊满意度起来。所以各位乡亲，咱真诶爱台湾的乡亲啊，吼，咱毋通看讲吼，即马网络的消息吼，网络的民调吼，蔡英文总统较悬，咱就讲迄天咱莫去投票啊，袂要紧啊，安全啊，其实。真严重啦！所以我要直接在咧讲，目前即摆国民党吼，毋是全部的人拢表态，就是讲伊接到民调吼，伊袂讲伊要选互谁，伊要支持谁。所以咱看到韩国瑜的即个民调真低，咱看到小英总统的民调真悬，咱毋通安尼去互骗去。咱迄天啊无去投票吼，咱就真关键。咱知影吼，即个韩国瑜的即个粉丝吼，支持伊的吼。大概占咱台湾吼25%左右的人，即寡人真死忠哦。是因讲啥物？就算今仔日吼，因带即个家户病房吼，带遐，明仔载要投票，伊嘛要爬起来，用爬去转即张票去互韩国瑜啦吼。所以咱所有爱台湾的人，迄天真重要，一票拢毋通减。咱嘛爱在咱边仔的人讲，咱这3年来。小英真认真咧做代志，但是吼真侪假的消息，咱去互骗去啊！但是袂要紧，咱选举迄天一定大细做伙招来去转票，排队小排一个袂要紧。即届排，咱即届排列吼去投票排较久，上少咱后届拢投会着票，但是即届咱票投毋着，选着一个中国的代理人，咱后届就无机会去投票啊！咱看新闻，香港的状况，你会惊袂？香港的即个抗争，有真侪人去遐抗争了，过无偌久，就一河内底，也是即个悬搭落下来后，所以大家爱记的，民主真重要。顺我一只讲到这，希望后摆阁有机会，甲大家过来开讲，谢谢。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